诈骗的手法是愈来愈有路，真正是爱势利哦。有一个富人人哄骗2000多万，警方调查发现，讲诈骗集团是先假做是伊的亲情，佮利用假的银行员，佮有假的警察，伫咧讲电话过程哦，叫被害人着莫挂电话，直接卡165去查证，所以骗到富人人。刑事局嘛强调讲，若对方要求讲电话莫挂断，直接卡165，就是诈骗。 警方伫银行库藏甲行员拍拼组织诈骗，也毋过搁甲安怎挡又外有漏交的，都有一名老妇人人接到诈欺集团的电话，假做伊的后生讲欠钱急要用，妇人人无怀疑，将80多万用临柜汇入4个无共的口座。后来再过了2个礼拜，然后对方又说：“你之前汇的账户其实有个问题。”再把它转接给警方跟检方，然后去跟他说明。然后最后呢，就是他甚至还去抵押自己不动产跟解保单的动作。犯罪集团食了财味，案发了后2礼拜，佮卡互被害人。即摆假做行员讲，当初汇款的口座有问题，叫老妇人人唔通挂电话，哪通电话哪输入165。 转互警方查证，妇人人真相信，所以佮互假警察引导到假警方，最后立即哄骗了，佮用保单加房产抵押借贷，拢总损失2000多万。我不知道，我觉得应该是不会吧？我觉得应该不行，应该用另一只打比较正常一点。但我觉得应该还是，毕竟大家的想法都不太一样，可能。 还是会有人想试试看。通话中我就没试过了，应该不无可能啦，但是还是要查证一下。诈欺的步数真济，实在歹防，尤其假投资受骗的案件，一直是每日的帮手。警方分析，最近也有不法集团花准金过去，以黄金保单等诈术，写民众投资，即马骗人的手法多变。 诈欺伫国内反行，伫政府有效打击进前，民众的自保方式都是爱提高警觉。多做查证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